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玉天。大家看到 Rita 小紅那裡啊，你係強調哦，向進幸福。今本日呢，安尼要帶本大家要幸福甜甜嘅姊妹哦。大家有去過南莊麼？南莊嗰度會除了路街嗬，還有13間路街，然後還拿點錢。唔過呢，你度會有加間店哦，你係有當有溫床，當有溫快氣氛哦。今日來到節目當中，係你好客在一起，好客的強下嘅重盤引進法。來到節目當中，佢今日分享乜嘅呢？係分享繪本，是係啦阿公阿婆啦學生啊，同佢自家強下來創作嘅。誒，你細細來分享引法哦。銀法你好，卡卡後，我是銀法，很開心來到福氣來了，謝謝主持人。再一次分享，因為差唔多2017年又到節目當中來分享哈。佢當時也強調就比到人嘅節目當中來，根本要帶來冇強樣哈。對。再一次看到銀法哈，同也好客在一起做啲生活哈，有台灣山樣哈，誒你嘅創維山樣，看起來就當有台灣味，係嘛？講係一下全部講下方言，全部唐藝師嚟。唐藝師。待喺南莊5年嘅時間。5年。係啊，幾同時我會講，台中帶好好，走到南莊來，一帶下去，就同呀總頭嘅妹妹啊嚇，我很記得妹妹，因為粉妹啦，細妹啦，東東妹啦，其實係人嘅阿婆嗬，人嘅阿婆就東東妹嗬，啊，這裡的這個正妹東東啊嗬，幾同時我會想去土地呀銀法族嘅阿公阿婆，向下來做一個創作咯。因為英華本身是一個藝術創作者，然後就發現了，其實農村和都市裡面最大的差別不是距離，而是大家好像沒有好好的展現自己的一些藝術天分，所以就是開始有一些把自己的專業放進來，然後和阿公阿婆一起創作這樣子的一個契機。我自己去過南莊哈，不是去嘛？南莊睇下就啲有其傳統嘅文化啊，西山行啊，也等等，老人家其實哈看下建築物哈，就會記得留下來嘅這個他們的足跡。嗰時看到老人家知道佢哋生活就會報啊哈。剛剛講到，它城鄉的差距在於這個藝術的展現，也一個自我的展現。因為銀華你是一位創作人哦，是你去到亞大 V，為什麼特別選南莊呢？特別選南莊，這個其實很單純的跟大家講，就是因為喜歡一個地方，然後又很想要再把這件事情給做得很持續、很長久，所以就看到有山有水的地方，就直接定居下來了。本來也是覺得自己是一個過客，沒想到現在就是變成另外一個第二個家鄉。你這回答也是蠻有藝術味道。我就喜歡好山好水，我就決定我就住下來了，是就不管什麼原因，對啊，帶下來。聽說剛開始住的那2年，好像對左鄰右舍一直觀察，對，人家跟你那個誰啊麼因為這都亞賓呢，做得落身麼？活得下去嗎？是，連房東都一直在懷疑，是不是？因為南莊給大家的印象標籤就是一個很熱鬧的老街，然後客家美食啊，然後社區部落都很多。但是你怎麼會來這裡做一個不做吃的，也不做玩的，去做一個很像大家覺得好像吃空氣就會飽的一種藝術創作？所以第1年他們都會說，你要不要真的我把我家的版給你賣看看吶？哦，對，真可以去按的呀。對。然後第2年就說，哇，我這裡也有咖啡，你賣個咖啡好了，對。然後我就其實這些都不是我的強項，對。然後真的第3次他們問我的時候，我就說有啦，我都有吃啦，我都吃後面的土啦。就是挖土來吃，慢慢的阿婆就知道說，其實樂觀的心，然後我又很想要去做這樣的藝術創作，所以先從學校的小朋友。然後一直到和仁德有機會開啟合作的機會，才走到銀法社區。哦，因為我看你的做的事情哈，同個小粉紅有動態的關聯啊，就是仁德，我們這個是一個跟醫學跟護理有關係的學校哈，佢哋有當到嘅學生係投入你的嘅課程當中。對阿公阿婆來講，他們很開心咧，他們也開啟了另外一條路。對，最主要是因為
我的房东他的儿子和媳妇儿都是仁德医护管理专科学校的老师，然后在这2年呢，我们也慢慢的认识，然后观察，发现其实这一条街还有这个社区的老人家，他其实缺乏是一种陪伴。所以就是先把学校的一些资源，他们有复健科、心理科、骨科等等的医疗赋能的部分，然后把资源带来社区，然后结合一些在地的创作，这样子给媒合起来。所以我们也有成立一个粉丝团，叫做曼城银发优活地方创生，好像有点长。同大家分解一下，过一次好，曼城银发优活与地方生根，哎，包含青岛哎，哦，有本太家要慢活乐活，又跟银发族有关系，都有猜题要生根，是想会做的事情等等。但是这个计划目前看了，我觉得是很成功了。因为亚哈能够仁德的学生给的感应，在你们这个计划亚哈做出来，就像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绘本，可以是有的作品出来本太家做的分享哎。就是因为那时候老师的资源来到社区的时候，他们不希望学生他只是用他的医疗专业去做一个专业的照护师而已，他希望就是说从家里到陪伴，那你在这样的社区里面。放进自己的心之后，你下次来的其实他不是因为单纯为了课程，而是为了要找大家一起共度的一种陪伴时光的一种家人的感觉。你看你讲，本来想的吼，有青岛嘅装批啊，弄人家佢讲，我那边痛啊，我没去医院，我不要去看医生。是。可是如果去，大家做大嘴鼓，还有3条路啊，有个阿公阿婆，有懂护理安尼，他们反而就会心情很好，讲，哎，我想去嗰边，看见到还有3人来心情就好。有，现在我就是把那些阿公阿婆的名字，我全部背在自己的脑海里面，所以现在有妹啊，有妹91，凤贤96，秀珠95，然后粉妹80，这么多对不对？然后几个很调皮的小孩就叫我，不是叫我樱花，要叫我阿姨。他说因为已经跟妹都已经平辈了，所以我说你现在把我叫好就对了，已经到阿妹的程度了。古时候安尼看弄人家记得医宠书哦，他们都算是很长寿哦。是，而且都。手感也很好，然后双脚也活动自如，所以再加上头脑非常清楚，你答应他的事情，你不能不做到哦。而且等好啊，我手记得就做得来创造，来创造一件事情哈，就是做艺术创作这件事情，是你慢慢铺陈的。是，他讲头前你要先做一些心理上的，让他觉得满足，感到有被陪伴了。你这样做得讲，哎呀，他有懂到东西，想要来给放出来。对啊，所以就是慢慢的，仁德大第1年，他就放了一些心理啊、精神啊、复健的部分，先培养银发族长辈的一些自信心、成就感。好，我们第2年才把在地的5个族群不同的各个老师的手工艺，然后农村艺术，然后他们自己喜欢的客家美食，慢慢放进去。然后每个课程，然后我们都放了一些小小的影片。就大概有看到呀，画面就是有你们在不管是运动啊，也一个大家一起相处那个画面，弄人家其实青岛呢，很多人呢，有大概30到35个，有时候会超过。哇，大家呀就懂气氛，看下来看，记得挖土的时间，他们在很专注的时候，是真的是会忘记自己现在几岁，就自动呀就会18岁，很勇于实现自我。有。因为其实从他们的对象发现，就是长辈的部分专注力最强，然后小朋友是创造力最丰富，所以就是结合这2个大的优点，然后再加上自己一些艺术天分和创作，就把它
结合起来，就 get happy 了哈。哦呀，你真的是一个很强大这个强力胶，然后给人养狗它。有，就是还是大家就像一个同心圆一样，把自己的优点放进去，补足自己的不足的缺点，所以他们是我一个很大的团队。哇，我刚刚讲到有成就感啊，建男同他给介绍哈。我们现场其实有带来一些作品，那它也是收录在这本绘本里面。是，看得到，对，从他给介绍刚刚对老人家他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的专注力，讲每次都记得个色水，很鲜艳呢。是。所以呢，这个就是今年南庄花卉节会看到的绣球花。所以绣球花呢，它就是一个完整的花型圆形，圆满的感觉。对，它其实里面就暗藏的花语就是幸福。所以和家人不管分开多久，只要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圆形，也是我们要呈现的。所以我们今年还参加一个活动，叫做百岁之花。然后为花生缘，就是能够为这样子的花园里面呢，为自己讲一些自己的故事。哦，唐艺了就知道懂感不同啊哈。个迪度呢，他们的这个笔法，我觉得也很勇于去尝试。是，你会觉得他们的笔触是蛮大胆的。有，所以啊，他们很可爱，他们都会说，在下笔的时候就说，我的手没拿过笔呀，或是我的手会抖，然后我这时候会跟他们拍手，太好了。因为我们要陈述的就是一种秀拉的点描法艺术，你手不会抖还是点不出来哦。哇塞！所以像是粉微、笑口常开，你就看出来好可爱哦，点点点点点，对，几点都懂哦，真的。哦，这个呢，缺讲迄个牛妈问题，爱手迄爱按的哈，数按的紧准，压出迄把都最好的。对，每次你迄个懂好嘅心态，因为你会用很幽默、很温暖的方法去鼓励佢哋，但他都進嚟學，繼續嚟談演法欣賞嗬，佢同呀阿公阿婆佢哋嘅相處過，佢哋完成一個作品，非常嘅感動人哦。你下繼續進到復起來咧。歡迎所有朋友進到復起來咧 ，Rita 今日喺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喺南莊有13間樓街，呢帶位咧有一間文創店啊，按到好客在一起，呢係挑家創辦人咧，佢自己本身咧是一個藝術家，佢來到南莊，想講希望咧帶嚟啲好山好水嘅地方，結果看到咧阿公阿婆安定一下，撒挑日請到佢口腔當中，香港呢，他現在也是個南莊的正妹之一啦，好，再次來分享。謝謝主持人，我是英華。剛剛頭先講到阿婆佢哋嘅創作項啊，就請等一下，還有一個人家有數位準嘅人，不是講哇畫出來真的這麼美耶，是真的這麼美。所以大家看一下後面這座淺山，其實這就是說的是浪漫的一個台山線。嘿，最早就是大家就是產業的一些道路，那現在就變成很漂亮的山景了。5月會有油桐花，6月會有繡球花，然後呢會把阿婆所有的祝福呢就放在山的上面，然後祝福大家，所以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名字，然後還有一些文字的祝福。也算係你的所有嘅期望，也係祝福，都啲也不土地吧呀哈。唐共同意啊哈，懂得做嘅，好像大家要做一個這個完整的個山城的樣貌，可是也要懂得經營呀。就是在這樣子的時間過程裡面啦，你要把這樣子從阿婆的記憶，然後用彩繪的方式把它表現出來，其實是需要一些時間的，所以也加入一些學校的小朋友的一些創作放在裡面，所以就是有出了一本《山神你好嗎》這本書。好，實實同大家嚟介紹一下，到底呀山神唔好冇？你講乜嘅呢？呀山神係乜啥？啊個又係乜啥嘞？對，所以呢，裡面就是結合了以前阿婆的一些回憶，就畫一些農村的感覺，然後現在每一戶的圖案裡面呢，其實就是阿婆現在住的家裡面。然後當初在
办一个活动的时候呢，就把这样子的油画呢放在阿婆的住家的墙壁上，然后代表这个是这一户人家的阿婆自己特别画出来他们自己家乡的美。哎呀，又会记得我卡嘅这个装置艺术，给这个就会艺术家。韩国亚本书记讲，我请百岁之花。是，刚刚在那个房子旁边，我就看到有一朵花，它就是那个百岁之花。是，因为其实，在做这样子的书的部分的一些目的和影响力的背后，是希望就是说，大家能改变一下，就是大家对于南庄的一些美食的标签，因为在地的资源其实都是在的。可是，如果我们先进来之后，先体验这样子的文化，看到这样子的文化美感之后，你再到餐厅去享用那个美食，你就会想的，原来做这一盘美食的背后的人的阿婆他们的故事，那想象的这个美食，它就变得不一样了。说起来，米西冇重要，但唱好色听听。所以就是在这样子很美的山城里面，有让我们有自己在持续继续下去的原动力。所以还有一些阿婆他们自己的个人肖像，这就是我对他们的一些创作。在这里发阿婆就会引发呀哈，是。跟你发后还不阿婆，唔该有枪冇，有枪冇。有，每个人就是有自己独特的感觉，像是96岁的凤贤，他每天就会早上很早，然后运动，他会自己拿着他的手扶车，然后到洗山坑洗衣服，是真的，现在还在洗衣服哦。然后去那里挤水，然后每天大概要走3到5趟吧。哇，安尼当好，压出会晕脱，走的路比我还多，每天走的路，所以他真的很厉害。然后再来就是友妹，她是91岁的友妹，我现在都称她为19岁的友妹哦，因为她真的很有智慧。所以他常常摸着我的手的时候说啊，这里有你真好。我说如果没有你们，有老师，那这样的话就不特别了。所以就是一种互相的分享和感动。慢慢的，原本只是从心里面，然后没有说出来。那现在就是因为有书，有一些作品，他就会可以更口述的，很直接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古时候你知道从你第1年开始做完的事情都见了哈。阿婆记得有没有动态改变吗？有，国语越来越好了。对，因为会很感谢那个主持人，我的客家话真的是非常母非公。就是你懂厉害，因为来特别好全场供养客家话，你完全唐也是呢，唐也是，但是就没有办法用客家话说出来，是因为阿婆啊，她都会塞糖给我吃。用哎，你讲国语好好听哦，没关系，你讲国语我们听得懂就好了。所以现在阿婆的那个国语比我还溜了。给孩子问个阿婆，讲客家话很好听哦。有，你同我讲下。有，所以我现在学的1、2句叫做是思紧种慢慢思，然后小心奏优，就是要小心奏优嘛个。小心走优啊，谁你行哦，谁你行哦，对，因为他们有时候会跟我讲4线和海路，我分不清楚，所以就是有时候会跳过来又跳过去，然后一下阿婆说唔抽哦，然后说抽啊，都在抽呀，唔怕糖意思就好黑嘛。对，他们大概都知道我的语义表达是什么，对，所以现在就是从他们身上发现一些自我提升的一些能量。所以有更多的创作，想要跟他们在一起做表现。所以接下来好几堂课，我们要把所有南中的山景、浅山的有云有海、春夏秋冬给表现出来。你的亚哈黑1礼拜送1次课吗？1个礼拜会上1次课，但是其他的社区也有1到2次的课程，所以会在不同的社区会去做一些银法的教学。如果按你阿婆讲哈，1礼拜这样见1次面哦，挺少哎。有，但我们都在整个街区里面，都大概下午4点到5点，中午2点到3点，我们都会有一个那个聊天大追顾的时间。哎呦，就会您讲会勾嘎聊，是你们姐妹淘的聚会就有，所以只要是大家来到街区，我们都用客家艺术，像剪纸花。我们会再玩一些小小的游戏非课程的，就是一种生活的感动。
哎，等好，安尼平常时的想法，阿婆记得迄种有限。记得出做会感入来，会慢慢的，所以像是有一些活动，他们当初本来想说那么公开、那么大型的活动，他们不想参加，所以像是男装花卉节，我跟他说我们有报名男装花卉节哦，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要把那个后花底用花布置成花园，对。很可爱，那一天真的是满满的收获。哎，韩国哦，阿婆记得还有记得这个走秀哎，看到样片啊，就是很感动哎。阿婆的走秀，听说现场呢那个时候，记得走秀，冇爱没有人播苗哎嘛。可以，就是我们在固定每年9月还是会办一项这样子的街区走秀，就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作品。我们不是要带给阿婆的家人，还有小粉红的家人，因为他们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需要被努力，尤其是家人的鼓励。所以呢，其实，在街区里面会邀请阿婆的家人，还有小粉红的老师、学校的家人，再加上因为最近新冠疫情的关系，有很多小粉红爸爸妈妈为了担心自己的小孩子，所以慢慢是希望他们能够有选自己的其他的行业，但是经由这样的活动，他们会让家人更觉得，其实他们做这件事情是对的，很有意义的哈。对，你看，走秀的时节哈，同吉的作品布置在两旁，就是他们的星光大道，是他们的伸展台。是，勾吉的走秀的时节，对，很可爱，很可爱啊，根本就不会害羞，懂拍缝，对，还会打扮一下，对，而且是。一 Q 就出来哦！开题阿婆卡多哈，很多。你要不要呼吁阿公？我起床了，阿公加油！有，没 Q 他来走秀安呢？有啦，就是现在有一些阿婆，她会带着自己的老公，慢慢的踏出自己的家门，因为觉得并没有大家想象的一个课程，好像会被要求什么，其实它就是一个丢哈的感觉而已。丢哈的感觉哈。我记得还有几个嘅签书会，对，就知道人生当中哇，有一个作品，这是另外一种成就。对，有，所以其实啊，像那个大本的呢，我们办完签书会之后呢，其实我们都有在送书，再送给国小。对，然后小朋友看到，唔系掉嘅阿公阿婆，有发力，佢都做到安好。对，因为其实阿公阿婆都会把这样的艺术创作拿给小朋友。很可惜，所以呢，我们就是跟小朋友说，真正有创作力、有专注力的才是自己的阿公阿婆，所以要把它当做偶像。对，然后安利公就说诶，那本书底度呢也会穿插多方的语言哦，有法语，有客家话，都有广东话，都有盐文，还有都有族语、塞夏族语，都有印尼。对，因为其实男装在说的就是5个族群，不同族群，然后新住民又越南、印尼，然后中国海南、香港的部分，其实是希望就是说大家来到这边，除了品尝美食之外，就是找自己国度的同乡人，由他来介绍男装的美，那又真的不一样了。本男装，本大家颠覆一下印象，但香港它有后生后高其实它的文化底蕴是很深厚。对，韩国就在想法当中。大家想去感受一下，加讲的粉妹啦、洗妹啦，来 DRV 哦，这个手袋好可爱，对，非常可爱啊！阿婆记得，韩国做的几家嘞，上色着色呢？有，所以呢，其实呢，这个主持人拿的呢是还没有上色过的，然后这个是我上色过的，其实上面就有。珍珠奶茶、矿工爷爷和阿婆，然后水果奶奶、水果阿婆，所以待会主持人可以拿起自己喜欢的笔，你可以把阿婆呢画成可爱的动物，可爱的水果。然后可爱自己想象的东西，想象的颜色都可以为自己添色。哇，好可爱哦！哎呀吼，这个闪闪吼嘛，这本书已经卖光，实体书卖光。不过用路吼喊黑做的来买来看吼，要给手袋呢。手袋的部分呢，都现成，都难走 DIY 嘛。就在节目当中听听。对，就是它其实是为了社区的银发族特别开发的。没有特别的要去做贩售这件事，因为其实这件事情讲故事比贩售，我觉得来得更重要。因为所有的
标签、肖像，还有阿婆的一些故事，我觉得把它印留在真正值得，然后送给自己的家人朋友，我觉得哇，也系大家睇个珍藏的哈，也阿婆记得嘅哈，这个是有很有记忆的哈。等下到咗人呢，繼續來談英華先生來分享，也一路行來叫當到嘅感動哦。大家進到福喜來咧，今半日節目當中嘅來賓係英華先生哦，佢自家係藝術家，佢同埋畫圖創作，佢同咧阿公阿婆韓國學生共下來完成程度嘅作品，再次來分享。英華你好，謝謝主持人。哇，英華老師，我係請問你哦，都一下哦，你成咁啲男裝哦，你知道也有冇係最代表你性感度嘅男裝咯？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就是書哦，我觉得书最是能代表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然后可以源远流长下去。哦，也可以当做阿婆的传家之宝。有白纸黑字，有证据出售。对，而且我们还有申请，就是那个一些书的书号的部分，所以在国家图書館其實都可以找得到。哇，本太家做的向下來見證哦。古時候也做嘅事情係本太家做的參與嘅。也懂得今行就是講第二本書。對。明年的話呢，希望能夠在山神你好嗎一直見證之下，能夠出第二本叫做農村你好嗎的你好嗎的系列。哦，我相信安尼應該會有第三本、第四本、第五本繼續做下去哈。因為在這樣子的堅持和持續下去，才會讓大家覺得這件事情是可以做得久、做得滿的。有人講哈，你在夜播的時間，你在挖寶藏的時候，你會越挖越深，越挖越有意思，會發掘更多東西。有，所以第3年我住在南莊第3年的時候就已經挖到寶了，所以他們都說哇，你挖到什麼寶？我說就是山上有龍吟啊，日據時代時候留下來的啊。你在看到山裡有發現金光的時候，你就順着山裡面走，但是沒想到實際上真正的寶藏其實就在自己的身邊。哇，亞基發很感動人哦，做在同阿公阿婆記得建立當初兄弟姊妹不可以安尼感情哈，每突然聲音呢，就帶着這些國小的孩子們。聽說陪讀啊，但是這個陪讀還玩得蠻有意思的。有一個翹課之說，係嗎？有，就是其實，在進入南莊5個國小前的心得，其實小朋友來到學校就是上課。但是在上課當中，我又希望他們在玩的部分能夠激起他們的學習好奇心，所以我每次去上課的時候，我就說：你們要上課還是要玩呢？當然是要回答要玩，對不對？我說：那要玩的話，我們就一起去翹課吧。哦，對。教嘛給你，教嘛給你充電哦。有，其實，在翹課的當中裡面，其實要讓他們對於家鄉能夠如數家珍。一件事情，第一次可能記不起來，第二次可能有點模糊，第三次的話，它會自然而然的，好像跟着你有故事的結構，把它記憶在你的心裡面，才發現能夠說得出來，原來他的家鄉是那麼美，原來是沒有人跟他這樣子說過。其實這個東西都是互相彼此的學習和碰撞。剛剛來談英華先生的講法的時間，我一直覺得說，要把阿公阿婆當作偶像呢，哈，各位新年要對人嘅家鄉有感覺，還要如數家珍，這是一種很感恩的心情。有，就是所以在這樣子的活動裡面，也很感謝那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它有了這樣子的學校的社會責任 USR， 然後再加上自己的一些藝術創作的一些專業，然後把它帶到社區裡面。我一下聽到因為想講，看到英華先生做完那些事情哈，這個南莊已經是變成你第2個家鄉了哈。已經安尼條件哈，我有聽到人講，我沒想轉到我這個家鄉，也係講我沒看到我尋覓得一處好山好水，我想要參加下去，有冇做啲鼓勵佢哋嘅話嗎？
很多人一直问我最常留在这边的原因是什么？对，我觉得如果你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可以一直做下去，不管到几岁，然后我觉得你所获得的不是你付出的，而是你有满满的收获和自我能量，一直不停的提升。所以每一年做出来的游戏和创作真的都不一样。没有遇到困难过，觉得说啊，我另觅贵宝地好了。困难很多哦，困难非常多，小到细节，大到很大的结构。其实很多像是观光文化资源的部分的分配等等，但是很多东西不是一触可及的去改变的。我相信就是用小小的力量带着大家。用在地的力量一起慢慢走，我相信它会慢慢改变这样的氛围。慢慢改变，让大家看到一个地方佢嘅程度係乜嘅哈。其實啊，你哋要做的事情，包含書裡面，其實也會是做一些智慧的節，譬如說可以掃 QR code 啦，好做啲讓大家看到有懂得嘅內容，好可以把它線上化，係嗎？有，所以像是《山神你好嗎》現在已經出電子版的書了，再加上因為有結合另外一個 AR 的團隊。我們其實有把南莊的地景的部分變成立體的哦，所以也是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會把它跳出來。這個就是獅頭山，好可愛哦。對，然後呢，大家來到獅頭山的時候呢，對準這樣子的一個圖像，這是我和小朋友共同創作的，就是有 AR 呈現。你只要拿着手機，因為現在人手一機嘛，你就等於好像尋找的山裡面的寶藏，然後寶可夢一樣，然後你可以和這樣的地景就直接互動拍照。哇，你很有創意耶！因為你講，你嘅頭腦地度想到的事情，又懂後高的事情。有，所以呢，在9月的時候，除了要辦活動展，我們還要拍一個微電影。哇！電影裡面的女主角是誰？阿婆，還有爺爺。對，然後觀眾大概就是學校的小朋友。對，希望就是能夠把這樣子的創作，然後還有大家一起的集合力量，用小小的電影，然後分享給大家知道。然後裡面的女主角其實就是在地人本身。哦，這種賞鼓勵耶，我們也可以看得到嗎？可以，一定會放到 YouTube， 然後給大家分享。好，還會 follow 你的個粉絲專頁，是嗎？是。好，剛剛講到嘅，這個是慢活。慢城銀髮優活與地方生根，哈，聽真哈，有看到那個樣片啊，新的作品，那些訊息都會在這邊。對。問大家看得到，有。呀，大家很早會做一件事情，哈，呀6月份啊，哈，正在進行南莊嘅那個發展咩？你們有一隊耶？有，我們有百歲之花為花生園，希望大家呢能夠為好客在一起的花園加油。就是點選呢南莊花卉節，然後下載那個 Line 8的部分，這個網址的部分在那個好客在一起的粉絲團，還有像是現在目前風景區的那個官網都有發售，所以呢，記得選我。投票就做得哈，阿婆記得哈，呀咩係有參加哦，他們應該會拉票啊哈。買東西應該，喺南莊買辦個，有很低，係花卉節目，來投票哦。有，就是雖然他們沒有手機，但他們會把這樣的訊息分享給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們，所以很開心，很感動。哇！然後花的部分呢，也要阿婆們自己每一天來細心的照顧，因為他們每一個都是巧手。哦，他們都是綠手指去抽。是啊。哦，個嘢係花卉節去。看你的嘅成品，有獎嘛，大家來投票，無論用那個，你看那個繡球花圓圓滿滿，一定就會中獎呀，各位也下懂得做嘅事情，還會繼續下去哦。大家同其他講，根本你講，英法老師，你做得了也未開課嘛，係嗎？有，現在目前還有很多其他社區的邀請啦，不過還是能夠依照現狀所有社區的需求。
然后再去准备课程，我觉得这才是能够真正帮助在地的，比较重要。也係看到南中13間老嘅哈，也係一個同好嘅 model，就是一個模範。是，看到呀，做得老嘅不用多，可能自己帶個素材，人家沙起，也講人家阿公阿婆，我們要敬愛他們。如果係講有乜嘅藝術嘅創作，都得帶入來。好，歡迎大家有閒嘅來到13間老街行行聊聊，記得要去投票哦，過來看阿公阿婆哦。好，非常期待你的嘅微電影，個新嘅書，第2本書《農村你好嗎》是《農村你好嗎》正在準備中。對，先來看《山神你好嗎》。今日再次感謝銀發先生，謝謝，感謝你嘅分享。今日看到銀發先生嘅按實忙、按熱情、按電影寫嘅投入，吃到非常嘅感動，未吃到當好高。希望今半夜觀眾朋友看到未當有感動嗬，要喊去行行嘅來認識一下冇窮樣嘅南中哦。邀請大家等下技術聽聽先生來做圓通了，希望大家上嚟了。